各位亲爱朋友，大家好！咱即摆搁来介绍甲手的动作相关的一寡台语字吼。咱首先要介绍的即字叫做勒，就是用刀子插入物体内，然后顺势拉开不切断。咱比如讲勒巴肚，就划破肚皮的意思。另外勒皮就是皮用刀轻划一下。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是用刀子浅浅地划开，咱譬如讲柚啊先勒再剥皮，就是柚子要先划一下再剥皮。另外一个意思是计算被刀子割到伤口的单位，咱譬如讲互刀啊挂一勒，就被刀划了一痕啊。下面这里叫做撩，就是将东西捆住缠绕起来，咱比如讲用铁线撩互安，就是用铁丝缠紧绕紧。另外它是绳索，意思是绳索。咱比如讲沁撩，就是秤杆上手提用的小绳索，叫做沁撩。下骹这里叫做撩，它是裁开割开的意思，通常是指用刀尖切割的动作。咱比如讲撩布就是裁布，撩茶就是锯木头。在下面这里读做撩就是涉水而行。咱比如讲撩水涉水，撩过溪涉水过溪，或者是深入参与一件事情。咱比如讲这件代志一早就撩落去啊，这件事情他早就深入其中了这顶头这两字是拢同款读做撩大家要注意。来下面这里读做扣，是敲的意思。咱譬如讲对伊头壳扣下去，从对着他的头把它敲下去。另外它还有碰撞的意思。咱譬如讲脚扣一雷，就是脚撞了一个包。好，感谢各位。